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咱今日要来看桃园市的选情。讲到桃园有影是真闹热，进前论文问题差袂收煞，结局林志坚退选，是讲退选犹原是袂收煞。今仔传出中国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做农委会报告嘛有抄袭嫌疑，有喙讲别人毋然呢，顶州县本地民进党籍郑宝清参选，桃园即马变做四卡。咱讲桃园市这个所在真要紧，毋然是咱的国门上时嘛是阿强啊，若攻击台湾上有可能登陆的地点，嘛个桃园市人口平均上少年的城都，国政党参选人的证件，拢看会到抓准桃园这个所在的少年人。今仔日咱就继续来用少年参选人的角度看桃园这个少年都市的选情。小介现场来宾邀请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参选人魏文，大家好；邀请中国国民党桃园市议员参选人谢克勇，大家好；邀请台湾基进桃园市议员参选人上时嘛是台湾基进桃园党部执行长蓝树柏，各位大家安，大家好；邀请民众党桃园市议员参选人徐志清，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大声来看今仔日上称的新闻都是中国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做农委会报告有抄袭嫌疑的报道。民进党前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昨日才因为论文抄袭的争议退出选战。即马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方表出向农委会提出上千万的研究计划，嘛涉及抄袭。民进党团批评张善政研究计划毋但无达到委托的目的，还佫涉及抄袭、假钱，还佫有侵犯版权。这件事情，而且不只是抄袭的问题而已，有些人就又领取政府的一个预算，政府的预算是来自于纳税人民的一个血汗钱。同款参选桃园市长的对手，呼吁张善政赶紧讲互清楚。民进党陈文平表示，用抄袭的方式摕来蹭里头，甲进前学生的事件佫无共款。民众党赖香玲无希望桃园选举的过程一直陷入这种抄袭的挺抄袭的问题。这个是获利的行为，而且是不当获利的行为。这个是政府的国库、政府的财产、人民的纳税钱。那我希望他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检视自己这个案子。诚信更不能双标，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尽速，请你做说明。选举过程一再被这样的事件搞得大家对选举失去热情，对政治人物失去信任，我觉得是这个对市民最不公平的地方。张善政讲，这是对国内农业电子化有帮助的代志。在选举期间，红讲做是抄袭，伊感觉真遗憾。我们现在选举的时候对抗的是整个民进党的国家机器，所以他们各种令人不齿的手段，我们都心里面都有所准备了。张善政表示，这个计划不是在做论文的研究，嘛不是要开发农业的新技术，是要甲外国新的农业电子化的进展，销解予国内研究单位。当然嘛，爱引用真侪期刊的内容。在选举的时阵，互提出来安尼做乌，伊感觉是真无法度接受。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来看这条新闻，美角是安尼：07到09年，张善政担任农委会计划主持人这个计划拢总是5000多万。伫这个计划内底，结案报告内底张善政交的报告内底，伊的这个抄袭的手路包括着英文翻做中文中国简体转做正体，抄杂志、抄论文搁套蓝来这个乌白豆。拢无注明这个出处遮的这个计划内底有抄到农委会期刊、农委会网站研究计划新闻稿搁有杂志，而且搁有荷兰的政府的网站，以及硕士论文香港的网站张善政伊家己的讲法是安尼讲，这是接受农委会委托这甲学术研究抄袭是完全无共款，这甲学术论文是无共款，总是克用兄，咱来看这个张善政这个讲法伊今仔日已经甲这个文甲抬掉说家己拢家己救起啦国民党你做一个国民党的参选人，你看安怎？我相信伊一定会开记者会，甲大家讲清楚啦。伊透早嘛有讲啦，伊透早时阵嘛是有记者嘛是有甲问，伊就讲迄个这是专案计划啦，这毋是迄个学术论文啦，迄是无共的物件啦。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本质上就无共啊。
伊感觉讲这袂当安尼比啦。是啊，委员本质上无共，总是标准感犹原无共，感谢安尼。是针对我们的民进党发言人今天开了一个记者会哦，他是说这个案子的名称是分析跟规划，不是说张善政说他说只是收集而已，而且说收集，他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结案报告，那不会是只有复制贴上，这我相信大家都觉得不合理，而且这些内容有些是来自农委会网站，这就很荒谬嘛。那我农委会请你做的案子，那我做出来的结案报告是抄袭我的自己的网站，那就是一个我们说善的循环，我想应该也不是这样。另外，张善政他这个说法没有办法说服大众。那另外，他其实他提到说，他只是请他收集资料，但是其实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农委科技计划研拟及与管理手册里面，农委会编译的，它这个都是大部分的学术论文的计划的这个合约的定型化范本，它里面就有提到，研发内容成果不得有抄袭剽窃的情势。那今天张善政，你是一个宏基的计划主持人，你用这个主持人接了农委会的案子，第一个我们怀疑说，这个你用抄袭的内容得到这个计划经费，它如果有这个抄袭剽窃的情势的话，第一个这个计划内容的费用是要返还的，而且还要赔偿。那对宏基之间，你可能呢，对宏基之间你可能会有背信的可能性。第二个，你用抄袭的内容呢，领取这个政府的计划内容的款项，那是不是我们会怀疑有没有诈欺？第三个，这个跟承办人之间是不是有一些不当勾结？那我们这都是我们合理的怀疑的内容。那一个公众人物曾经担任一个宏基的计划主持人之内，可以公然这样用抄袭的方式，我相信这是一个曾经说过学问的还有诚信是政治人物很重要的一个价值的张善政自己打脸自己。以上是警长，人讲阿土啊吼是流浪的教师啦，随便流浪我嘛做过政府的计划主持人，写这个报告是要验收的呢。是即摆验收通过。张善政的这个验收报告已嘛通过吼，钱嘛摕去啊，这咱敢有法度甲对倒过来？其实我感觉吼，这个头早讲到吼，你面册内底文章嘛太掉，伤过可笑啦。我是认为讲，这不管是伊面册还是讲伊这研究的这计划结果，其实就完全公开就好啊嘛。就甲进前共款，论文嘛公开，计划嘛公开，大家会使来看讲，到底这个计划内底内容，伊甲人写的部分，到底是相像偌济？都规个部分是甲人直接用抄的，还是讲用？头拄讲着嘛杂志论文，安尼这道遐道，完全公开，大家来看是上简单。因为我提醒大家这拄着一个问题，进前咱嘛咧讨论讲，一个 EMBA 的论文，甲咱较早咧读册学位的论文，其实程度加减是有差啦，大家拢知影嘛。咱要用上严格的标准，来看一个 EMBA 论文的时阵，咱就要想一个问题，就讲，这个计划是更较严重的，因为这个计划其实是政府的，一个标案，一个计划，内底是关系到咱的纳税钱，大家有纳税金，这个税金来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交互伊来做，不过内底内容若即摆有争议，我的看法，头一个上重要就是讲，就爱请张善政先生的团队，就把这个计划公开嘛。大家看讲到底问题出在倒位，伊若要辩护伊的清白，伊就完全公开，互大家看，自然就知影讲到底这个部分是安怎，尤其是这嘛有可能关系到讲这个司法刑责的问题嘛，因为咱可能无法度用一个委员会来处理，不过到底伊若真正关系到讲伊的内容内底无够水准的部分，甚至来追讨，这嘛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是启荣兄。拄则讲到讲这个论文已经有摕到政府的这个纳税人的这个税金钱已经摕去啊。总是咱即摆发觉到伊可能有问题这甲林志坚市长的论文比起来是就有争差，因为论文抄袭伊摕到学位，这个报告抄袭摕到5000多万呢。是啦，他拿论文不是，他拿这个专案计划确实是有拿到政府的那个金额，这个是不用否认的。但他那时候是代表宏基公司，就是他是代表宏基公司拿到政府的这个研究计划。那这个是整个宏基公司的成果。那其实这5000多万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个报告，
这5000多万呢，它也有包括他出国考察，或是办一些座谈会、收集资料等等。就是这5000多万不是像现在有人说这个钱只是落在张善政的口袋里面，它不是张善政独拿。它是代表宏基公司，这是宏基公司跟政府农委会他们之间签的合约，所以现在有些人拿这个来质疑张善政，其实也是在质疑这个宏基公司的诚信质疑宏基公司是不是也是用这种浑水摸鱼的方式。主持人，你感觉宏基的诚信敢有互人质疑？无啦，我感觉一个重点吼，其实张院长伊这个计划吼，伊主要是爱写阮农业电子化的策略甲分析啦。毋过吼，伊这讲伊拢是咧做资料的收集。像较我柯阳兄伊嘛有讲到，讲伊有咧做一寡收集的动作。毋过这重点的时阵，你这份报告的时阵，你上尾你是爱甲你的策略甲你的分析拢提出来互大家看。所以这是即马张院长爱去做说明的，莫搁转移焦点啦。真的是不要再转移焦点了。那过来上重要的是讲吼。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吼，你嘛是爱讲嘛？你讲错，你会讲林志坚市长的时阵，你爱来负责。那你即马张院长，你是毋是嘛爱负责？咱来讲的时阵，3党以来讲阮赖香林上有诚信啊，因为阮拢无问题。民进党的林志坚换掉啊，国民党张善政都报这种代志，所以吼，这个时阵吼，咱就问一下，张院长是毋是应该爱有同款的标准来检验他自己？张院长讲伊袂退选啦，当这是民进党的参选人文凭吼，嘛讲袂要求张院长来退选吼。Q 兄你安怎讲？当然张善政他这个关头了，也是不可能退选。那郑运鹏也说也不会要求张善政退选啦。那我认为张善政他们现在就是在做收集资料的部分毕竟有些资料。当初林志坚的论文发生的时候，他也是收集一些资料，才开了一些记者会，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嘛。那我相信，只要张善政把他之前在宏基，就是这个研究计划的一些来龙去脉，不管是金流还是他的钱是怎么用的，或者是他做了多少事情就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那我相信，只要说清楚，就不会再有其他的疑问了。魏文。拄则讲到讲是在收集资料吼，即摆这个收集资料，以及甲当时是代表宏基这个公司吼，针对若是真正有抄袭去互发现，也是讲法律讲真正是有抄袭，毋到迄阵摕钱爱追倒转来，而且张善政甲宏基中间嘛有这个赔偿的问题，敢毋是？是因为。今天宏基请那个张善政担任他的计划主持人，那他是相对一个专业经理人的地位。今天我一个专业经理人的配合这个宏基，他是一个委托的身份然后他去跟这个农委会请这个专案，那他是以不正的方法得到这个研究成果，以至于这个研究成果最后被取消，这个款项被取回的话，那张善政对于宏基的话，这个委托部分呢，他可以依法请求他的这个债务不履行，对于宏基本身内部的赔偿。另外呢，他会使得他跟公司之间，张善政本身跟公司之间呢，他会有一个背信的问题，因为它还是业务上面的一个背信，这个程度其实我觉得很严重。那如果说宏基今天得到无论是名誉上、财产上的损失，都可以一并的向张善政求偿，这是我的看法。是，正常。魏文所讲的是法律面顶的问题啊，总是这个咱讲抄袭吼，直接影响到参选人的诚信的问题，你安怎看？我感觉有一个问题最简单的，就是讲，因为这篇报告伊需要公开的主要原因是讲，大多讲到讲，咱认为讲资料内底有足侪甲人相像嘛。毋过伊对解说讲，这是一个计划，尤其是一个策略的分析甲规划嘛。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讲，咱看伊的报告的结案的报告，结果上尾结余内底敢6页尔。若敢6页内底，毋过伊领1740万。那小可算一下，这真恐怖，迄一页就要300万哦。是。所以这部分就讲会怀疑，就讲，若你的资料来自别人，那可能啦，可能咱会使安尼解说讲，你看足侪资料，所以你有分析，你有消化，你有整理出你家己的看法。毋过那安尼，结果加6页要来解说遮大的代志。领一个计划5000多万，至少嘛1000几万的钱，毋过加6页，安尼到底这个钱安怎开去倒？真正对咱台湾的农业有帮助吗？我感觉这是张院长伊必须要解说清楚的嘛。无这部分就甲魏文讲的共款，就讲到底伊替这个公司做这件代志，到底是替公司有一个好的成绩，
还是讲替公司吼是咧趁钱啊尔？迄当然咱对老百姓来讲会怀疑这件代志。是。朱清兄，我家己咧做政府的报告的时阵，迄个合约内底讲，你就爱提出预测，吼，你就爱有建议，互我知影讲政府应该安怎做。在你的看法内底，吼，你所了解资料内底，张善政的报告内底，敢有提出预测甲建议咧？因为我未看过伊详细的报告全部的内容啦。啊，毋过我感觉像伊甲我讲着迄个结案报告，敢若6页尔，这是足含的代志。而且6页有1740万，这真经足贵的，这是阮人民的纳税钱。啊，毋过伊这个代志有到底有帮助着阮的农业，帮助着阮的人民无？所以其实这嘛是张善政院长爱讲的代志。而且吼，其实做这论文啦，还是讲计划案内底，你所用的文献资料，还是你引注的名，你也是要标示清楚的。但是其实张善政院长他还是没有标示清楚，所以其实他这个东西跟林智坚刚出的论文没有引注是差不多的事情。但只是有一个问题是说，林智坚他还有学伦会可以去做判断，那张善政这个是由谁来判断呢？对啊，如果说现在宏基跟张善政张院长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在做一个辩护的话，那还是没有人可以证明说他这个计划是失败的嘛？那他这个还是就像刚刚魏云有讲到，其实他有一些背信，还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那他所得到的钱，他要不要还回来？对，那这个计划案当初做这个计划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其实就我们知道，一个计划主持人是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请问好好来给迄教授咧做国科会计划的时阵，你若一年摕100万就算足济啊，伊这一年几啊千万呢？所以系啊，所以你这张院长你10几啊，甲这个代志交代要清楚啦，啊无你这个人是无诚信的呢。那你是要安怎来做阮桃园的市长咧？是，对吧？交代是原来需要交代吼，总是若讲退选也是换人，即摆已经袂赴啊，因为已经开始参选的登记。咱即摆来看登记的报道。运转桃园大进化。年底9合1选举剩89天，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文平，早起伫市长郑文灿的陪同之下，大声登记参选。郑文平形容家己甲郑文灿来比，虽然记忆体较细，不过电池是加较大粒。强调讲要伫郑文灿的政绩之下来拼选战。我们选择整个桃园队，在登记的第一天就来到选委会，这是展现我们的后发先至、后来居上，我们的实力与决心。不管是议员也好，区长也好，我们通通会全联打。我宣布参选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有4、5千通海外的账户来攻击我的脸书，大家只要详细一查就知道缘由。刘赢伫桃园市长的选战闹分裂，宣布投入选战的前民进党立委陈宝清，佫一概讲伊去互网军攻击，也若挺郑文平的郑文灿，是甲陈宝清发声，强调讲个人无重要，团队才重要。目前的局势虽然是3个攻击1个，不过郑文平嘛袂输人，所以来会谨慎来面对。我觉得没有什么3打1不3打1的问题，问题在于民进党最近在论文事件上，在中介法事件上，都让我们的民众大失所望。我们一席都不放弃，桃园我们就是稳定的、稳扎稳打，一步一脚印。张善政预告最近就会登记参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讲，年底选举除了光复桃园，嘛锁定甲首都赢倒转来，要拼攻下新竹市。也若9合1的选举会合并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伫同一天投票。中选会嘛有伫官方网站设111年投票专区，后民众会当查投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年底的选举已经开始登记啊！吼，咱5万在座4位吼，拢高票当选哦。总是魏文，你做一个少年的参选人，你对桃园这个所在吼，你的政治、你参选的这个愿景是啥？哦，我想说，桃园是一个6都里面算是最年轻的都市啦，所以就是青年政策，其实对于桃园来说其实非常重要。那其实我们市府这几年有青年局，所以它其实对于青年创业方面有提供很多的管道跟资讯。那如果我有选上的话，我的政见里面其实就有一条，就是希望这个在扩大这个青年就业的方案。
扩大这个缺工的产业，然后推动更多的青创产业曝光，其实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桃园非常多人回来创业啊，因为我们交通发展也是越来越好，所以跟北高呢、跟桃园、跟新竹呢，它的交通顺畅以后，其实越来越多本来像我以前也在台北上班，然后也在新竹上班，都会回流到桃园。那在本地工作上，如何在交通的顺畅呢，还有管道，还有曝光呢，是需要很多市府还有民间业者、产官学的结合，那也需要更多的媒合管道。那这些事情其实是郑文灿市长任内一直都有在做的。以上。魏文所讲到吼，甲即马民进党的参选人郑文平吼，有小可小项的所在，郑文平有这个就业的政策吼，伊有用两段式的补助吼，就是讲稳定就业，那透过这个桃园的这个桃青人力站吼来就业，可能会当领到补助领2万外，还是3万外。另外，你若是靠证照嘛会当补助你这个薪资吼。苏博兄，咱看到桃园即摆的这个选情吼，拄则影片内底嘛有讲到，即摆民进党实际上有2个参选人啊，当然郑宝清伊是危机参选吼。郑文灿市长讲。准做是3个拍一个，民进党有缘会赢吼。你感觉伊的这个信心倒位来？其实选举嘛真简单啦，团结就会胜利啦。是，就讲不管是倒一个阵营，家己若是愿意讲团结起来，当然不管是啥物挑战，拢会是甲克服。不过咱顶倒来看，倒委员有讲到啦，我家己就青年局出来，我较早嘛咧青年局内底服务。其实我会看到讲，其实咱桃园即马拄着一个上直接的讲，足侪新的桃园人。来到桃园，上重要是来桃园来做事，来桃园做事，后来就来桃园徛起，可能爱买厝，爱生囝，成家立业，所以对桃园来讲，上重要的就是讲，咱桃园是咱六都内底上少年一个城市，甲我同款，咱今年的平均年龄都是40岁。这个年纪的城市，上重要是讲，要安怎互少年人咧桃园为外地人变做是新的桃园人。这是一个重点。所以讲，树坡咱即个都讲嘛，讲议员选树坡桃园足幸福。为什么是安尼？就是讲，一个少年人来到桃园，咱桃园第一，对伊咧生囝是讲，囡仔出事了，要人照顾，生育甲照顾托育，拢需要资源的挹注。第二是讲，囡仔要上课，要上学，要去学校上课的时阵，咱交通有安全无？甚至讲爸爸妈妈平常时上班交通有利便无？平常时平常时假日的时候爱去运动，爱去公园，桃园咧这个部分的资源有较济无？尤其是更较重要就是讲咱的社会住宅社宅这个部分，爱互大家有哪徛起，徛家徛起，佫有较重要的是讲咱阿公阿嬷的部分。所以讲为囡仔人到少年人甚至咱的士大人。大家拢会使咧桃园有一个好的生活，这是一个最重点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咱桃园未来20年的城市的一个转型，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时刻。安尼未来的桃园会变做一个更加多元，嘛甚至是有桃园咧变做一个台湾有代表性的城市，这是一个重点。是在座另外3位参选人，因的政党拢有一个带头的拢有选市长的带头的人。看起来你就是基进伫桃园带头的人呢，你家己爱做带头。基进即马这边对桃园的这个规划，也是讲愿景有啥物讲？我讲一个小的政党是个重点，就是讲如何透过一个参选的过程中间，互更较侪市民会使熟悉咱的政党。第二是讲透过选举的过程中间，咱安怎有一个团队。慢慢把这个政治工课专业的部分，咱学习学起来，变成一个专业的政治团队。所以基进虽然是个小党，咱即届嘛无法度杀家己的市长候选人。不过，咱对桃园的了解，甲咱对桃园的愿望，是希望讲过去咱想的台湾，咱想台湾，咱想到台南；咱即马想到台湾，咱想到台北。未来大家想到台湾的时候，咱想到桃园。桃园做做是咱台湾一个上有特色、甲代表性的城市，这是咱的愿望。是，不过愿望是足远的，咱脚步爱为一步一步，为较近的所在来徛起、来行去。所以，咱台湾基进即届派出树坡来参加市员选举，规个桃园敢我一个人。当然，咱唔敢讲咱是带头，咱是一个开拓者。讲咱的桃园慢慢的互团队会使建立起来。
咧讨论有一个机会，大家熟悉讲，咧台湾需要2个本土政党来替台湾来拍拼，替台湾来发声。面对着中国的威胁，面对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台湾需要有一个坚定的本土的在野党来替台湾来发声，这才是一个重要的所在。是。启雄兄拄正镇长讲到的代志，拢在考验着国民党即摆的选情，包括着中国以及对这个少年人的帮赞甲服务。你的看法是安怎咧？你对桃园的环境，你参选的动机是啥？当然啦，我嘛希望讲咱住伫咧桃园的少年啊，会当感觉住伫咧桃园真正足幸福的。所以咱的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嘛有提出足侪迄个对少年人较友善的政见啦。伊嘛有讲伊要提出迄个所谓淘青基金，伊就是增加一个物件叫青创贷款，就是政府陪你做伙创业，为这个角度。去，互咱的少年仔去照顾咱的少年仔。伊嘛有讲着一个物件，我感觉真重要。伊讲伊要补助迄个青创团队参访 Google， 还有 Apple， 这拢是国家等级的企业啦。迄拢是我感觉，即摆少年仔若是要甲国际接轨若是有咱的张善政伊来做这款代志我感觉是真袂歹，真很吸引人的。那面是敢若照顾少年仔，伊嘛是有照顾咱的细汉的囡仔，伊讲公托翻倍，就是育而不累，迄就是讲要甲阮迄个囡仔甲照顾好势，那少年仔出去拍拼的时阵囡仔照顾好势，因着袂欢乐东欢乐西，若照顾囡仔嘛，佮有照顾咱的长辈，伊讲才有这个。提高无障碍公车的建制比例这款物件，我感觉以后可以提出更较侪啦。即马迄就是一个大方向，然后我家己参选，我嘛是感觉讲，迄少年仔参选咱嘛是爱提出一寡对迄个有进步的政见啦。这就是我想要你讲，因为拄则想要甲你讲，你唔通一直讲张善政，因为带头迄个来逼讲你爱讲家己讲较侪。好。我家己嘛有提一寡证件但是我袂去登记啦。但是我嘛有提出一寡证件我感觉讲咱嘛是爱照顾咱的迄个用路人，咱定定是行在路里的时阵是有一寡路毋是足好行的，大概行到一半，你就要行去马路顶管我感觉这较重要我嘛有提出。咱爱做出迄个宠物友善公园，我感觉这种重要，因为即马足侪人无咧饲囡仔，但是伊拢饲狗、饲猫伊嘛有讲，因想要一寡公园是会当互狗仔去耍的，互狗仔去拍照的但是咱即马通毋是介济啦，这所在毋是介济我感觉这真重要，我感觉这嘛爱做佫有一寡物件，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咱的迄个关怀据点其实即马足侪迄个关怀据点，佫无伫咧所有的里拢有一寡里是无关怀据点，迄就是一寡迄个里的长辈，因的福利就不如其他里的我感觉这个是无公平的代志，我感觉讲爱协助每一个里拢有一个关怀据点来照顾咱的长辈，安尼咱的少年人出去拍拼的时阵咱的长辈有人照顾，咱的囡仔嘛有人顾。咱出去拍拼的时阵，咱才会当更加认真袂当就免欢乐东欢乐西是，你的选区伫倒位讲者？我伫咧中立甲阮的迄个维文共款。是，朱清晓，到你。是，其实阮台湾民众党阮为中央、甲市长、甲议员，阮拢有家己的政见。为什么爱咱咧做？因为阮咱咧开始在中央地方一条线啦。因为足侪地方的建设需要中央的经费落来，所以阮在咧中央的时阵，阮有摕一个5大政见啦。毋过今仔我主要想要来讲一下阮赖香林甲我个人的部分。因为我的选区咧，阮的改革甲复兴，改革甲复兴的时阵，其实是一个足特别的所在。所以其实以我来讲，我第一个就是先提出阮的青年回乡。因为阮改革的就业率的时阵较无遐济啦，就业机会较无遐济，佫加上讲阮改革的交通无方便，所以我第一个就提出阮的青创回乡，爱甲地方的产业去做结合。像阮改革就是
较深度嘛，啊，你就爱家己做文创的物件出来，啊，互少年仔有一个空间来发展的时阵，啊来去做戏，啊，到来我就是爱甲阮的市长、阮的赖香伶来做结合，来即个像阮赖香伶今仔伊就提出阮的青年创业这个所在的政见，像阮就讲要建制一个青年产业孵化器。其实就是咧一个地方上吼，阮透过专家的辅导，啊，甲互阮的青少年的去创业的时阵，莫去打着地雷啦。所以咱那时阵，伊创业的几率的时阵就会提高嘛。啊，像我咧讲阮的地方创生的时阵，家起就有足侪去深度的老师傅，家己来做讲师，来互少年仔去做新的物件。咱咧去做一个结合的时阵，少年仔就咧家己的故乡就有更较侪工作机会。啊，那工作机会增加的时候，阮的交通我要去甲解决。因为人拢知影，家溪是一个观光区，那你不能只有观光的发展，你还是要有青年就业的发展。那这样子的发展之下，少年仔更爱，你高龄化的问题你嘛减少啊。因为有少年仔愿意更来家溪来做一个，嘿，啊，而且桃园有一个上重要的物件，就是阮的国际机场。因为有机场的时阵，你若来的时阵，来家溪做第一站的时阵。帮助遮的经济观光的上升，啊，就会使互遐青创业者的物件卖了搁较好，经济变好，交通自然就好啊。啊，所以过来的时阵，阮赖香伶阁有提出居住正义，因为即马做者少年仔买袂起厝，啊，所以你设宅，你就爱有咧交通方便的所在，所以阮就讲啊，阮爱有一站一设宅，啊，毋过在这些吼，我们要创业的过程中，或是我们设宅盖好的过程中，这有一个过渡期。啊，像阮家溪的人吼，阮嘛是咧台北上班，还是新北市上班咧较济，所以阮前一阵仔嘛有提出交通政策，阮有1280 Plus， 吼，就是讲阮可能为桃园坐火车，还是坐高铁，还是转捷运，坐去台北，阮可能是一个1280的票价，啊，这个时阵阮搁配合的时阵，配合阮台北市的1280。咱咧加起来的时阵，你一个月少年仔你省落来的车钱就省足济个啊！啊，你省足济的时阵，你就搁较有钱好买厝啊嘛。是，因为你基本的开销就减少啊。啊，因为吼，阮搁有讲，像阮家溪遮是无火车嘛，所以阮就进而延展说，我们未来的公车客运、国道客运要怎么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说，阮台湾民众党吼，为中央、甲选市长的、甲选议员的，阮甚至甲选区长、甲选迄代表的。吼，拢有一个政策，啊，反正因为我的选区阁有复兴，复兴阁有区长爱选，哦，嘿，阮遐阁有原住民自治区，是，嘿嘿嘿，所以我们是一条线的政策在提出的，是是。伟文啊，朱青遐讲到这个少年人，伊讲到买厝的问题吼，啊，一个站爱有这个社会的主体，咱看到陈宝清提出的政见，阁较好康呢，伊讲政府替少年人吼付这个买厝的头期款啦。这你的看法是安怎？这都是民进党的参选人无的政见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政见，因为如果我今天说我要买桃园最贵的房子，假设是2000万好，如果每个人都跟我比较一样的办理的话，其实这个桃园市政府或是我们中央政府就破产了啦。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其实是大可不必啊，就是这个画眼球，就是博版面画眼球，大可不必。我是觉得政治人物如果就是信口开河成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有一点可悲。那我说到郑宝清他自己吼，他其实是我们的立法院的帝王，他自己就名下吼，芦竹有41笔财产，桃园有15笔。八里有7笔啊，关渡有2笔，总共有65笔。那他自己是土地王，但不代表我们桃园其他人都可以有这种方式可以赚到这么多钱。我是觉得说，我们还是以务实一点的，社会住宅的这个策略来去说服人民会比较恰当。是，你家己敢有社会主题的政见？社会住宅吗？这个因为其实是市长任内，其实他已经推展着很多的社会住宅。那我们依循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桃园市政府推行的这些步骤，一步一步走下去。那现在我们中立1号社宅其实是一个8合1的社会住宅。它其实我们社会住宅主要的，我觉得是不只是说社会住宅本身，还有它整栋的建筑的连结度。像我们中立1号社宅，它在郑文灿
赖市的任内今年完成，它的1楼是有很多社福馆、妇幼馆，然后也有长照中心，然后也有公托，那还有图书馆。那未来旁边还会有国民运动中心。我是觉得说，我们提出社会住宅固然必要，但还是要连接附近的商圈，还有附近的交通，还有附近还有什么设备一起去串联。如果说我们单就一区一社宅或是什么的，它土地用地，我觉得还是会有需要一些很多需要考量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应该是依照人口数还有我们的需求去做一个调整，不是说很硬性的归纳说一区就要一社会住宅。那像我觉得。可能某些地区就不太适合做这么多社会住宅，这是我的概念。是郑院长，拄则委员所讲的吼，这个社会主体，这个政见吼，因为即马桃园民进党是执政党吼，资源伫因的手头。那对小党来讲吼，你对社会主体的看法是安怎？另外，阁有第二个问题，虽望郑文灿市长吼做足侪代志，毋过互人批评讲，伊咧借钱啊。这个政府咧借钱是少年人需要承担的吼，这代志你安怎看？委员是好朋友啦吼，所以替伊来补充一下，就讲咱桃园虽然来起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当然这需要中央甲地方来配合。一个上重要就是讲，这对咱桃园来讲，不只是厝要起好，包括像咱我的政见就是讲，咧这个住宅内底的居民，包括一少年人，这伊无法度有遮侪资源来负担外口的。买厝，毋过伊来住遮，伊我都出力无，就讲甲即个社区变啊搁较好，所以咱的政见就是讲，咱希望讲少年人入去住即个社会住宅内底，会使成为即个社区一个最重要的力量，会使照顾老大人，会使照顾环境，我培养陪囡仔来，互即个社区搁较完整。当然我感觉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讲，咱咧讨论政见的时阵会拄着，就讲咱倒嘛讨论着个地保清。前委员讲到即个物件，不过咱讲实在话啦，就讲那伊个即个政见啊，有法度互市民朋友会使接受。2020年伊就当选啊，所以即个政见嘛是一个问题，就讲伊拄到足实际，就讲即个物件会做的无。但拄讲到一个重点，即摆桃园的定拄到一个问题，就讲大家会讲桃园即摆到底负债是增加偌济？我感觉这还当到一个问题哦。但拄仔有讲到补贴的问题，交通的补贴。大的补贴，生囝的补贴，不过补贴伊甲啥，甲负债其实有一个相关联的所在嘛。我认为一个大家拢有看到数字，我提醒大家就讲，大家是用增加偌济，即个来讨论桃园的负债。不过咱若看数字本身，桃园的负债其实毋是6都内底上悬的。甚至讲咱嘛要问一个问题哦，桃园的负债是来自于讲桃园这几年，即几冬中间。咱的交通建设、硬体建设、做资本门的建设增加偌济，就讲咱的负债毋是开去活动、食条、林条，是去建设、去捷运、去轨道，这个部分对咱桃园是万年9万的代志。甚至讲咱嘛就要提醒一个代志哦，就是讲过去桃园甲台北，咧一寡基本的建设内底。桃园是爱负担较济哦，台北其实咧铁路的地下化，还是讲台北的捷运，它的自筹款本身都远远低过于桃园的负担哦。所以后来的城市，咱大家解说清楚，桃园为什么会负债？迄是因为桃园咧过去这几冬中间，咱的建设有咱家己爱负担的费用。咱若有法度像台北同款，统筹分配款，我说明互大家听。台北一年是摕470几亿，是，桃园一年是摕230几亿，安尼差偌济？若差遮济，我问讲，这几冬中间台北敢有起任何一条捷运，敢有做任何一个大型的硬体建设？毋过伊加摕遮济钱哦，所以咱咧讨论桃园的负债时，咱咧设立一个代志，迄毋是因为咱开足上的，迄是因为咱桃园一开始就摕比人较少哦。上尾啊，咱桃园甲台南一年就差90亿，咱甲台南一年差90亿，咱甲台北是一年差要顶倍。咱桃园的负债，咱若用统筹分配款，若平均册来讲，咱若甲台北水准同款，咱一年就得要甲负债还了啊。所以咱问一个问题就讲，桃园的建设当然会互桃园的负债
提高，吼，不过咱提高的部分是为着是倒位，为着啥？我感觉这是一个重点。是，吼，咱的桃园建设若是为着是讲万年久远的咱的交通，吼，还是讲咱的污水下水道，吼，甚至讲咱的社宅，吼，当然这种的负债未来会创造桃园更加侪的利润。啊，当然这咱就要了解。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吼，咱袂使用文字、用数字安尼来骗啦。吼，桃园是有增加，不过桃园的负债毋是六都内底上悬的。无台北利息钱就比咱较济啊，对无？安尼伊负债偌济，我感觉这才是一个重点。朱婷兄，你当然啦，当然因为讲台北伊是首都嘛，所以伊的统筹分配款可能较济一寡。啊，毋过阮先莫讲。重大建设，若讲开给阮的钱，阮桃园人来负责，这是公道的，因为这是万年久远的代志。啊，毋过我必须讲者，8年来基本田市长咧做的时阵吼，我举一个例子互大家听啦。伊咧阮复兴乡、复兴区的迄个80上80遐起一个80铁塔。啊，迄天我带阮赖香林去看，阮去看的时阵，阮看到边啊吼，臭生家安尼。啊，毋过恁知影迄个80铁塔开偌济钱无？开2500万。啊，搁来，阮来看阮大溪溪西迄边的公园，放2个装置艺术，互家的人拢感觉一步。嘿，迄个字较歹听，阮就莫讲啦。啊，下咧遐嘛是开几啊千万。你若讲今仔遮的钱，你拢摕去做阮的建设，哦，去捷运，去社宅，也是讲来补助阮的哦生囝啦、结婚啦拢好。这我甲你讲，若讲负债较悬者，家的人拢会使接受。啊，毋过今仔的时阵，阮的财政。毋是讲足好诶，阮的分配款嘛摕了较少诶时阵，你搁黑白起咱80铁塔啦，放装置艺术啦，这个物件毋是阮即马现阶段上需要诶，所以你开这个钱诶时阵，人民就会感觉无价值。啊，搁有我搁要讲一个，你讲市长伊即8年来，伊确实有做这个德政诶，啊，毋过咧财政方面吼，伊可能毋是会计系出身诶，所以伊可能咧财政方面较袂晓去算啦。对啊，不过其实你讲台北它人口比较多嘛，那再加上它是首都，其实它的统筹分配拿的比我们多。那我们在我们桃园这边拿的比较少，是。你知道台北的人口比桃园要较少吗？是即马吗？比较少啊。不过人台北人用就业机会侪啊，其实做侪人去遐，伊有的公共建设，毋是讲台北人用着嘛，是全台湾人拢会用着。魏文你来回应这。可是我是不是很赞同。像柯文哲他也有一些建设啊，那你也会觉得他有很多装置艺术也大家也不以为意啊，也是花很多钱。所以我觉得艺术的东西，这个真的不要拿来讲。而且它还有一个双城论坛，还是全民买单，不是吗？那另外我们讲统筹分配款的问题，哈，这个是去年那个上报登出来的。那台北根本就是桃园的2倍。我们的统筹分配款，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表，这个是台北。然后最高的是台北，再过来是高雄，过来是新北，过来是台中，再过来台南，才过来桃园。桃园的统筹分配款是多少？110年6都分配的统筹分配款，台北是576亿，然后高雄是489亿。倒数第2的台南还有376亿，那最后1名的桃园只有289亿耶。那你这6都的分配款都快要2倍了，所以我觉得台北的人口一直减少，今年松山信义区还少一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台北的人口老化的很快，但是而且他们的不管是捷运这些都完成，那我们桃园还在盖捷运，还在铁路地下化，还有一大堆我们的妇幼啊、妇幼馆、公托这些建设很基础的建设都还没有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个拿台北576亿的经费，跟我们桃园只有289亿，都差了将近快要300亿这个价钱，人口差不多，这个状况我觉得完全不能说我们桃园很会花钱，是我们桃园很会省钱，还做了这么多事情。不过你拄则讲到的嘛是地本产市场，互人批评的，就譬如讲桃园的这个铁基路的地下化的工程，无叮当啊，一直伫遐，迄个进展敢若无真好呢。前面的2年是因为这个朝野还在，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执政。立法院我们也没有得到多数的席次，甚至以前还有那个前瞻预算，我们被阻挡啊，国民党议员还泼水嘛，这些都是。然后郑文灿上去
台北争取预算还被打断肋骨的事情都有啊，所以大家都忘记了有一段日子其实是我们很大的一段期间，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国会多数的时候，我们这个预算被阻挡的事情，这个还是需要长期规划。好不容易预算过了，那还是需要一些折冲跟协调。今年终于我们的铁路地下化已经过了以后，好，以前支持高架化的人，现在就像国民党阵营，现在就跑来说我们要延续这个计划，然后还要批评郑文灿市长，这个铁路地下化 delay， 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啊。是啊，去用听。郑文灿市长吼咧借钱吼，这主要是国民党来批评。不过你的道边苏博兄讲吼，这为原因啊，魏文讲啊有进前的这个代志的影响吼，就国民党的立场，你安怎看？当然啦，救急起物件哦，救急做建设，我感觉这个代志是会使，但是救急来办活动哦。我感觉这物件就袂当安尼做啦，吼。举例，前瞻预算啊是拿来做我们很大的建设的。那桃园也有分到一点前瞻预算的钱，但是我们郑文灿市长他在办一个活动叫做世界客家博览会，这个部分的预算就有用到前瞻预算的钱。那这个他要盖世客博，我办活动我没有意见，可是他要花几亿盖一个场馆，再花几亿把这个场馆拆除。那这个活动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就是如果世界客家博览会好，那你有找到世界客家的族群来吗？就是我认为，就是郑文灿市长他当然有做建设，这我没什么好批评的。就是桃园也确实在发展中，能点在花灯，那就是会负债很多，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当然我们还有些事情啊，钱还是花在刀口上了。就是有些活动可以做，干嘛要做？我没意见，但是可以供大家检视，然后要并且要跟大家说清楚。其实我认为前瞻预算最重要的是留下来做建设，不是拿来做烟火式的活动这样子。啊，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拄则讲到这个甲少年人的这个结连的问题吼。事实上，你甲民进党的后一个市长参选人郑文平先生吼，你的年岁较接近的，你甲张善政差较远哦。咱知影讲郑文平吼，伊足够甲少年人盘烂，伊有迄个红仔吼，伊个算 cosplay。恁的候选人安怎突破这个状况，去摕到少年人的票？当然啦，伊即马叫张善政去 cosplay 去耍迄物件吼，当然是袂使啦。但是我感觉伊厉害的所在就是伊做过行政院，伊做过行政院长，伊嘛做过伫咧民间的企业，伊甲过去的经验吼，摕来做，伊若是当选市长吼，我感觉伊会当提出。引发就是其他更多就是对青年的创业，不管是创业还是青年发展的政见。其实说真的，青年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只有在乎说你跟我就是是不是你跟我讲一样语言。如果你能在他们的未来的发展上帮助到他们，就是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说你未来可以帮助到我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些青年其实也会支持你啊。是，是。镇长，你有讲有要补充的，就是讲甲少年人的烦恼吼，这甲做一个桃园人的这个骄傲是有关系。你爱找到甲少年人会当对话的语言，即摆看起来郑文平较找有啦吼，你安怎看？大多就袂记甲补充啦吼，因为足介意讨论桃园的负债，我提醒大家就讲，过去咱桃园若是讲，即摆来讨论即个负债问题，咱必须要讲8年前国民党留予桃园的是政治的负债，包括就讲咱讲航空城。这个航空城真收弊案，武甲王爷拢出来抗议，这个污水处理厂武甲包厢走去，延动几落年，到咱执政了后，才开始来互伊运作，即马开始污水处理率为5%，即马变60几%。这个问题我敢认为讲，这过去大多就讲到，真正咧讨论论文的时候，我就咧面册有写着讲，其实对张议长来讲，上重要是讲伊的政见是咧倒位。不过大多柯阳兄讲的伊的政见足趣味的，就讲不管是青年的部分，还是讲生育托育的部分，其实拢是咱桃园咱郑文灿市长开始做的嘛。那这个问题就是讲足趣味的嘛。若讲郑文灿市长的政见，张善政议长要来对的时阵，咱为什么要来换议长、换市长？
咱就继续互电市长继续做就好啊。所以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讲，其实咱过去来看桃园的发展中间，我作为一个桃园人，咱这几年中间，咱较早可能较歹势讲咱是桃园啊，像大家较看无到桃园。不过一个市政的发展，伊来看是有几落方面的，有的是建设方面，一个活动方面，每一个福利方面，就每一个方面其实是拢爱看会到，爱做会到，大家才有感受嘛。所以一个问题足简单的嘛，目前为止，郑文灿市长咧桃园的大家较支持，民意支持率都80几%。若安尼即摆状况，当然是爱支持讲，愿意继续支持郑文灿市长的脚步，继续向前行的人嘛。所以这我认为看法是讲，当然，咱嘛希望讲，大家候选人会使，拢胜利，会使当选市议员，大家继续对咱的市政的一寡议题来讨论。尤其是我嘛认为讲，一寡活动是会使来讨论讲，安怎互伊办甲较有效果。毋过咱嘛要提起一件代志，就讲一寡一寡建设的部分，伊的时间爱较久。所以咱无法度，互每一个所在拢讲，你拢等建设就好啊。你嘛要透过一个活动，互人会使去遐活络，会使有行搭，你毋才有市场，大家才有饭拿食，有活动拿参加。所以其实咱袂使讲完全用一个小的一个物件，就讲所以伊完全拢做啊歹。咱会想，这拢是会使改变的，种会使调整。这当然咱爱接受，咱也来调整配合。毋过，规个桃园。确实咧，过去8年中间，咱较早较歹势讲咱桃园人，咱即马行去外口，咱讲，咱是桃园人，桃园即马足进步的，你会使来桃园耍，这就是足明显的嘛。咱这是一个问题，去倒位耍，因为桃园拢互我感觉无所在通耍呢。对，这就是其实是讲较早几落年前，有一个网络有一个新闻是讲感觉桃园较歹耍，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就讲因为桃园每一个所在要去台北拢上方便，咱必须要讲，迄是较早。交通建设一个缺点，所以互大家拢去台北耍，无留咧桃园耍。毋过，咱桃园这几年中间的变化，你会发现讲，咱桃园咱复兴，咱的大溪，咱的观光农场，咱的观音，咱的大园啊，其实这个所在即马拢愈来愈侪人，会使去行搭。所以其实像我包括我家己桃园，我才趁这个机会，大家介绍啦，就讲像要来桃园区来耍，我建议大家讲，咱桃园有一个环保公园。环保公园会使看规个大桃园，迄有够水，暗时有够水，你会使去啊。下骹有一个桃园的新社，迄是全台湾会使讲保存上完整的一个日本式的新社，甲忠烈祠，甲斗阵，迄就是一个足好的景点。边仔搁一个森林乐园，奥尔森林乐园，搁一个咱的虎头山、花市，搁有咱的桃林铁路，所以其实足侪。足侪人即马来到桃园来桃园慢活，带囡仔、带爸母来桃园遮佚佗，愈来愈受欢迎。至于讲，这个当然啦，就咱桃园人的立场来讲，卖遮侪人来桃园咱的环境会较好啦。毋过，若大家来桃园耍，迄嘛是袂歹，因为大家会看到咱桃园的转变。所以其实我就甲大家讲，其实桃园愈来愈好耍，嘛欢迎大家会使来桃园，互咱来招待，来做人，来做主人，大家来做人客。安尼看到咱桃园的好，看到桃园的水，看到桃园的进步，我感觉这才是重点。是，启荣兄，我拄则一直想要甲你讲，树博兄你讲的时候，你唔通去点头，你有讲有要补充，还是讲要甲回应的无？当然啦，过去大家人讲，你桃园人倒位好耍，我嘛讲袂出来，我真正讲袂出来，我是讲我可能会带去海边啊行行，还是讲带去倒位。拄拄树博遐嘛有讲啦，迄环保公园，迄确实水啦，迄确实做了袂歹啦。我感觉嘛是有第市长、郑市长嘛是有一寡物件是爱去肯定的，我感觉这无问题。但是我感觉咱桃园即摆有一个上大的问题是，咱观光无一个标志性的观光。若是台东，你会想到啥？热气球，若是你澎湖，你会想到花火节。但是阮桃园，我感觉。这个物件无介强啊，嘛是有进步的空间啦。我是感觉讲，若是要互大家受到桃园，你若是敢若受到咱个野球，咱个拉米狗即摆是乐天若是敢若受到这，我感觉搁爱较拍拼的啦。是，这是提钱来办活动才会当。这咪是敢若提钱办活动啦。这嘛是爱有一寡迄个有一寡物件是当
留伫咧汤圆，是互大家毋是敢若活动会来，是平常时嘛想要来汤圆这个所在安尼啦。是，魏文有要补充？就是这个就是要办活动，定期办活动。台东热气球也是有办活动，桃园也是有很多活动。大家知道石门活鱼节嘛？这也是这几年蛮新的。然后还有杨梅有一些仙草节，这都是郑文灿市长任内举办的。然后各地的农会其实都有一些特色产品。所谓的观光，我觉得还是要实际回馈实际面，跟在地的青农、农业、小农，还有我们产地，还有观光农业结合。所有的产业都需要结合，结合以后曝光，这个是更深层的。办活动固然是平常就有，其实郑文灿市长平常就有办活动，没错。那没有办活动的时候呢，他们会做很多研习的活动，还有做很多的商会产业的结合，还有很多的我们说的联系汇报、定期茶开，然后甚至还有很多比赛。那桃园的茶还有米都是很有名的。所谓的观光，我觉得还是要跟农业